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空雷风台早起8点，增强做强烈风台，气象署已经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明仔载规天全台湾的风雨拢会真大。中国一架货轮将驶到亚利外海的时，因为风险上高，船煞故障，海巡署甲船顶17人救回去家人港。美国一个博士生伫密西哥的树林发现一座千外当前的玛雅古城，迄当时大约3-5万人伫遐生活。咱先来看空雷风台，早起8点已经增强做强烈风台，气象署嘛已经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中岛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到320公里，今仔全台湾拢可能伫风台的范围内。目前风台的中心是伫高暖皮东南风的海面向西北移动，暴风圈当个进入巴士海峡甲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会对台中以南甲东部地区造成威胁。明仔载规天风雨拢会真大。目前宜兰的大东乡、南澳乡、个苏澳的南宫里、朝阳里已经宣布今仔暗时6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海涌一直架起来，强度风台空热也未停止。既然情人湾就已经出现大风大影，空热来甲真惊人。海陆警报召发，气象署表示，空热暴风圈半径预期300公里，因为空热刷甲真紧，上紧今仔日暗时全台湾拢有可能列入去预警的范围。3日中昼到暗头啊，就有机会登入花莲以南的陆地。那以未来24小时的雨势上面呢，可以发现主要关注在北部、东半部还有西半部的山区，都是有大雨以上等级的降雨，而且甚至呢，在宜兰的山区还有花莲的山区，我们预估的24小时雨量可以来到宜兰山区400到600毫米，花莲山区也是。那这个可能是比较接近到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台风从今天晚间开始到周四的一整天，都是会为迎风面带来比较持续性的降雨。气象媒总业根据历史资料预测讲，空热风台可能成做9年以来第一个暴风半径300公里登陆的风台。专家是评估讲，依照目前各国的路线来看，空热风台登陆台东的几率上悬。降雨影响上大的区域是集中伫东半部地区、南部的山区甲恒春半岛。它是一个范围很大，然后强度很强的台风，不管它的记录是什么，还是一样都要密切的严防。降雨可能会是整个东半部跟南部山区，那风的部分，尤其风是全台湾都会非常的有感。那花东这边看起来会是首当其冲。专家也提醒讲，因为空热风台的暴风半径大，影响台湾的时间真长，范围也大。风雨上强的时阵，按算会是3日几天。11月初1虽然已经进入台湾海峡，渐渐离开，不过风雨要真正转好，可能会拖到拜5下半天了后。民众一定要做好防风台的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强烈风台空雷暴风圈已经接近东部，气象署表示讲，空雷移动的速度是真紧哦，结果嘛个继续的扩大。风台详细动态，咱要请吴鑫来为观众朋友说明。是主播，空烈风台今日透早5点半已经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早起8点，空烈强度已经达到强烈风台。所来空烈安怎影响台湾？咱做来看，针对气象署伫2点40分，就是拄则上新的预报。今麦空烈是逼我咱台湾，而且咧行的速度是算紧的哦。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咱台湾北部、东部会先开始落雨。气象署的已经针对北部、东部发布豪雨的特报，尤其是伫咧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也搁有东北这带，也就是宜兰，也搁有花莲，爱注意讲这雨啊会落愈粗，会落愈高哦。也所来爱愈细腻的时间，就是伫咧今日暗时，明仔载规天，甚至是讲到拜5的透早，因为这段中间空雷对咱台湾的影响是上界激烈。今麦咱台湾本岛所有的范围，就差不多拢已经是列入去陆上的警戒区。入面了后，北部、东部风雨会变愈强哦。气象署即马是伊讲，明仔载中昼迄卡到，差不多是即马这个时阵，到暗头，公路的中心就会对花莲以南来登陆。明仔载，咱全台湾拢爱注意透风落雨，北部、东半部地区、南部地区，也搁有中部的山区，拢爱提防大水雨。
尤其是伫个东半部地区，咱看到这色水是真清楚。这个东半部地区是胶色，甚至是讲到反白是安怎安尼？因为拄则咱讲，咱按算讲，风台空雷会对花莲以南来登陆，东半部地区就是大受冲击，第一个受冲击的所在，雨按算会落愈粗，会落上粗，雨水量按算会上高，也会到甲气象署分级当中，真有可能是会到豪雨以上的等级哦。也雨一直落到拜五，也是会有雨水。这个拜五时阵，透早早起这段中间，北部、东部有缘爱注意大水雨。也空雷呢是到过咱台湾，风势就会对咧改变。到拜五，中南部地区会变做遮风的所在。遮风的所在代表讲水汽就是高，就开来落雨。所以伫咧中南部地区、西半部地区，有缘爱注意雨水，若注意雨水哦。伫咧做风台这段中间，即马哦，这个空雷风台的暴风圈也要吸入咱陆地哦，但是风就已经升高啊。今日开始到拜五沿海地区较空旷的所在。风爱注意讲会到9级到12级，甚至讲这个中心降落附近的所在哦，爱注意讲这风啊可能会超过12级哦，要大影嘛是真危险，按算会有3公尺至5公尺，甚至讲是超过6公尺悬。所以，请观众朋友为了安全，唔好去山区，唔好去海边啊活动，也空雷这路线也阁有变动，所以爱请观众朋友继续注意咱上新的气象预报。今麦咱就甲时间交等由主播。感谢吴欣哦，咱继续来关心空雷风台伫暗时到明仔载对咱台湾的影响上大。新北市政府宣布讲，宝华边的停车场今仔中昼12点开始，车只会当驶出去，袂当阁驶入哦。暗时嘛会强制拖掉。另外，台北市的宝华停车场对下晡4点嘛要开始管制咯。新北市的宝华停车场今仔中昼12点开始管制，暗时8点会强制来拖掉。车主哦爱纳拖车费甲保管费，因为10月初3都里风台湘北市关水门的时间无啥同，嘛造成东湖到17大塞车。即届台北市政府嘛提早宣布讲，宝华的停车场下晡4点就要开始限制停车，水门哦会伫暗时10点关起来。再来看空雷风台变强做强度风台，顶一届的3都里风台哦，高雄有2500丛的路树倒去，嘛去讲到真侪台车。高雄市政府早就派真侪人去固定这个树啊，嘛提醒民众停车要爱特别注意，针对工地佮大楼嘛呼吁讲爱做好防灾的准备。顶一个风台早6强风大树直接风吹倒，佮跌伫车顶。另外一摆停伫街骹人行道的后头摆嘛，互吹倒路树砍掉。顶一届风台高雄市全市32万丛的路树，有2500件路树倒去通报，嘛互市府工务局提醒民众，风台来的时阵唔通甲车停伫路树骹，也是伫附近。公务局已加强防台准备作业，并提醒民众，台风会伴随强风和大量降雨，为避免路树折枝断落损坏车辆，建议民众不要将车辆停放于路树下或附近。改停放空旷处。市府29号开始，就积极风台动员人力防护行道树嘛检修路顶，而且准备救灾机构来提名，发现树倒会赶紧来排除。所以有人烦恼高架桥停车的数量无济，开放的校园嘛可能有树倒，将来当伫停车的时阵尽量来观察。很多地方，如果你没有停出来的话，地势太低，车子又会有损毁。然后一出来，又要考虑到这个大树哈。冬天不是都开放停红线吗？对啊，就停，我会建议停就是高处啦。那个大门刚进去那边也是种了2排树啊，那边也是蛮危险的。那操场通常操场都很空旷啊，那学校地势也比较高。市府嘛针对工地大楼巡查，提醒因爱注意吊车围篱应给风雨，大楼就是爱注意广告的看板，还有篷布甲冷气机。这个风台高雄平地4天累积雨量有250毫米，山区有到450毫米。除了提供民众沙包，嘛要甲25个滞洪使用排空。记者王刘婷丹偏空中报道。空雷风台风雨恐惊会真大，台南市长黄伟德就表示讲，市政府伫暗时9点之前哦，会公布讲敢要放风台假。另外，伫台南的林德区地势较低，所以公所嘛准备3500个沙包，准备要互民众来冻水。台南水利局人员30载起去北区文献抽水站，除了检查设备机器敢有各样，也试看卖排水系统敢会当顺利运作。
空侪风台逼过来，全台湾拢伫警戒区内底。因为之前2个风台甲南部霜冻甲真严重，即个市府针对二人溪、沙野溪、港尾高溪等河流过仁德区，即个烟花地势较低的所在，即马公所有传3500个沙地啊，要开放民众来领。你若落潮20分，大雨落20分就中去10包啊！我是要踢水坑，试看卖啊啦，啊若无真正就要去买抽水机。各个抽水站跟移动式抽水机的部分，目前区公所这边管理的部分，大概至少有50台左右。仁德的公益活动也趁风台还未来进前先暂停，赶紧甲做一用的牌楼拆落来，就惊互强风扇倒去。这做一要用的啊！风台来再上大组，爱赶紧除掉，无太长的啦，危险性。码头边啊，工人也赶紧甲船绑好安，路里也常常会当看到咧修剪树啊，就咧活动的大型灌风翁啊，也先甲消防备战。然后因为台风风力比较大，我们怕一条缆绳可能会有断掉的风险，所以我们都会再加2条绳子。台南灾风办表示，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甲空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10月31到11月初1，台南市全市恐惊拢会落阵雨，甚至大水雨，山区会落局部大水雨，呼吁民众做好防灾准备，保护财产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要来咯，早起分林种木果的农民是赶紧在抢收，种金针的农民嘛赶紧甲金针树啊绑好安，避免去互风扇到。中华毛农民在抢收葱啊。农民将一粒木果放落来，向日保运车赶紧抢收。30号一下早，我哋拿来农民加派人力，希望赶在风台来进前，会当收成偌济算偌济。烦恼哦，规夜拢未困去哦。有啊，无较紧的再收。风台来就无啥办啊。烦恼风台造成损失，阁启动叫龙。嘛无因差阿讲，伊所将金蕉的果树红白条的，因为金蕉一年收成上济2届，如果强风吹倒，就会无收成。就是风台来啊，倒的金蕉有的就无法度收啊。后来到中华，有产农表示，近期产量减少，厂的绩效阁袂歹，嘛惊受来风台影响，赶紧来抢收。本在一分地，大人本在就靠无啊，一分地老有一栋就足够啦，啊无老60-70片的啊。这个采收的时间点，一定要在台风来之前，把所有的农产品都采收下来。中华毛果农表示，这2天探到天气稳定，不管是火龙果、玉米笋等作物，农民拢加派人力来收成，要避免风台雨水将农作物拍歹，造成辛苦付出的经费，恐惊拢会白费。记者向云林中华综合报道。风台接近花莲甲台东，花莲县的灾害应变中心完成立即开设，嘛呼吁民众都唔通去危险的所在。进前的3道2风台太麻里甲金峰乡水崩山是真严重，所以早起乡公所甲村民拢开始做防灾的准备。花莲县府早起宣布，沿线海花是警戒区，禁止民众入去。海巡署划船人员伫海基仔出入口救警戒线。花莲港内底渔民嘛，甲渔船啊绑好条，要来避风台。花莲市区烦恼大雨会造成排水不良，市公所早起派清水沟的车，伫较淹水的所在，赶紧甲水沟啊清清咧。不够了，可能会阻塞。那阻塞的部分呢，那个清洁队人员呢，他几乎每个月都有来清。预估这届风台会直接为花东假一摆。伫3道2风台的期间，台东县金峰乡正新村发生水崩山，土石规个冲入去庄仔内。这届在地人团结起来，做伙做沙包，送去每一户的门口口，希望防止土石搁冲入去厝里。从前天开始就开始制作沙包，发给村民，让村民在自己的家园，先做一个挡水的功能啊。太麻里乡的沙仑溪，顶一届3道2风台来水崩山，甲爆发冲歹去。这个冲歹去的所在还未补起来，居民是真烦恼。乡公所即嘛赶紧调肉粽夹过来，要暂时先甲爆坏破坑补起来。咱若从天还要撤离，就紧走啊！空侪风台离花东地区愈来愈远，东部海面的风浪增强。花东2县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开设，呼吁民众都要赶紧做好防灾准备。咱再来看，中国有一只货轮玉州溪航河，昨离开基隆港，驶到亚利外海时，因为风影上大，船煞故障，海巡署是赶紧去救人，甲船顶17个人拢载回去基隆港。小心小心！海顶靠10级的阵风，影有到5米悬。海巡署的人员昨昏暗时啊出动救援，海顶的天气是真歹，船员敢来当上船时机跳去救援的船顶。浪落差大概3米。
因为这只有载3座天车，中国籍的货船潮州启航，29载离开基隆港，驶到野柳外海的时阵，拄着大涌，碰袂行蛇条伫遐。海巡署派宜兰舰甲南投舰去现场做安全介护。暗来，这个船长决定放弃这只船，海巡署随派巡防艇出港。在暗时10点，把船顶17个人再登来基隆港，送去饭店休困。我们有在探寻看有适合船舶，目前在协调看是可以承受比较大的风浪的船舶，在海象比较适合的时候，或是海象中间有比较空档的时间，我们是希望说，他如果拖进来的时候，到进港口的时候，我们那个港内的小拖船做串拖或并拖把它拖进来，这样更安全。航港局指出，目前潮州启航这只船在野柳外海拍定，航港局按算会安排12000马力的拖船，今仔日中昼12点为台中港出发去甲拖转来。船主嘛已经向中国拖船的业者讨救兵，不过当时的到位都要看海顶的天气。其实潮州启航这只船，这个月14号伫基隆港的时阵，船顶的天车才去弄到码头顶悬价值3亿的天车，而且甲5个货柜底歹去，原来现处时搁调伫遐等人去拖转来，实在是无比严重过。记者综合报道。宽屏大会下晡要审查台中电厂2期的宽屏案，早起就有环保团体去环境部抗议哦。因批评讲中火检讨团无应该等到大规模扩厂，伊嘛呼吁讲这案应该爱退回庭审。退回小组，重新审查。防务当中大声喊口号，爱环境部听到宽团的诉求，因为中火延期2期计划，宽屏伫8月初审通过，3早进行宽屏大会审查。因为2期计划会新起4台燃气的机组，4座储存槽，也佫有相关的设施。2台小土团的机组会渐渐拆掉，其他小土团的机组是转做紧急备用电力设施。因为此案伫宽屏大会当中一概就通过，引发宽团真强烈的不满。这个燃气机组的案子，我们认为是以气代煤的这个假借这个名义，假借以气代煤的名义，在行扩厂之时，中部人就得要承受，不管是火力电厂还是不当设置绿能造成的伤害，非常不公平的这个状况，呼吁这本案应该要退回小组重审。因为顶届中火土团改造燃气，增加2台燃气的机组的时，受中火严重空气污染的台中、彰化、南投3个县市的副首长亲身出席宽屏初审的会议。宽田认为讲，这届是好亲像大雨扩大厂，中部县市的首长更加应该出席表达意见。PM2.5更小的 PM1，这些超细纤维粒仍然非常的大量，所以那些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肺部或是呼吸道或是任何空污引起的这些癌症疾病。宽团是批评讲，中火是全世界排碳量上悬的电厂，中火减煤无应该愈减愈肥，变做大雨增加燃气扩大厂。呼吁中火2期的燃气规模应该由新起的4台机组减做2台，也要求本案退回庭审。也呼吁赖政府应该优先实现工业用电深度节能的政治承诺。对宽团的声音，环境部表示会让参加会议的委员知影，依法审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审查行政院提出的不以为止保存条例草案，有立委是建议讲，嘛应该爱立法来互正捌受到压迫的本土语言。拜三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审查行政院甲各条野立委提出的不以为止保存条例草案，文化部希望推动保存不以为止，促进社会沟通。有立委认为，台语等等本土语言的发展，伫威权时代受压迫，现代咱爱面对历史发生过的不义政策，透过法条伫即马加强辅助。文化部是不是应该针对相关文化产业创作台语作品的相关辅助政策更加的积极？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这个你的理念跟我完全一样，促进各式各样的台湾台语、台湾原住民、客家语这个部分，积极的给予协助，好不好，部长？1个月内。不过，也有在野立委接期中央提出的草案，中央的不以为止保存条例草案，甲不以为止发生的时间定义自1945年8月15开始，到1992年11月7日为止。有立委指出，日本时代发生的伤害人权事件，应该也爱加入。
日据时代的时候雾社事件，我们看到不管是这个原住民的这些我们的朋友们，对于当时这个反抗日本的高压统治，那发生了一些其实很让大家遗憾的事情，或者慰安妇这2件事情，难道不够具体吗？您愿不愿意，同不同意我们把这个时间扩大？我在审这个案子的基础下，我不太可能再拉长那个时间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案子当初一设定就是定义在民国34年这段。除了立委万美玲，也有洪明凯、林倩琪、郭志温等等国民党籍的立委质疑时间定期的问题，认为不应该把时间限制在白色恐怖时期，应该把时间扩大到清朝时期、甲日本时期。时间定期的问题充满争议，到时进入各条审查程序，可能会搁再成做朝野立委攻防焦点。记者公林玉凯台北报道。环境部用3个月时间，将对全国48间 SRF 固体再生燃料制造厂和18间使用厂来进行总体检。有立委是质疑讲，咱国空气污染排放的标准下降。环境部嘛表示讲，年底会搁修法来加严管制。政府推动 SRF 固体再生燃料发电，代替涂炭对减碳有帮助。主要使用废塑胶、废木材、废布料，将这寡废弃物能源化，变做固体燃料。不过，外界烦恼讲恐惊引发空气污染。对此，环境部对6月开始，针对全国48间的 SRF 制造厂、甲18间的使用厂进行总体检，显示台湾 SRF 品质管制标准比欧盟较严格。不过，政府针对 SRF 使用厂也未建立出发电的模式。经济部长郭志辉3早作出回应。经济部对于发会为能，经济部对 SRF 使用厂的建立发电的模式，并进行辅导业者。我希望有实际的时程规划。报告委员，我们大概要3个月。不过，国民党立委用情景质疑讲，目前只有产品的原料符合欧盟的标准。不过，空气污染的规定是真零。法制规范也未完备，无应该强推 SRF。尤其当市府进前2届撤销3间 SRF 发电厂进驻桃园科技工业园区，其中台湾立方阁向桃市府提出180亿的国赔，立委认为讲是中央突锤。对此，环境部回应讲，即马有的行政指导会提升做法律的慰解，修法加严管制。预计在年底会把你从严的标准定出，是不是？是，我们还会再加严。我们现在预告阶段，你告诉我时间，是不是在12月底以前会拿出来？是。SRF 厂跟 SRF 的发电厂变成被污名化，而造成台湾很多的废弃物去化，造成问题。就委员所指导的这个方向来收集资料，然后来定义这个新的这个模式。针对提出国赔的台湾立方是美商企业。区议员烦恼讲，恐惊致使国际怀疑台湾的投资环境无安全，也互 SRF 互作恶。郭志辉表示，会甲环境部充分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甲国民党的立委是质疑讲，行政院主计处统计，咱国内欠工的人数有24万人次，也毋过劳动部的调查说只欠6万6千人。劳动部是解释讲可能是欠工的定义无同，因讲劳动部是以连续6个月拢请无人，才算是欠工。少子化、高龄化拢是台湾欠工的问题。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的统计，台湾目前欠工的数量是24万人。不过，同一个期地，劳动部欠工的人数干了6.6万人。两份报告就差要3倍，就国民党、民众党立委认为劳动部有美化数字的嫌疑。那我请问你，如果媒体今天要报道说台湾的缺工人数是多少？是24万还是6.6万？这个数字差很大。是，就是说差了3倍、3、4倍左右。那我们都会担心说，劳动部有没有在美化这个数字了？对此，劳动部是回应表示，因为主计处统计是暂时的工课欠，只要随欠人就纳入统计。不过，劳动部是以长时间来做统计，是要连续6个月请无人才算欠工，较合欠工的定义。组长的统计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询问的问题，他是问说你现在缺什么？你现在是否有？那劳动部缺人？那么我们问的是说，你过去6个月真的都找不到人，就是这个2个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组总的问法
它一定会呈现比较，这样就变成一国两制啊。根据劳动部的统计，目前欠工上严重的行业，第一名是服务业，占5.3%，第二是工业部门，占4.6%。为着要解决欠工问题，劳动部长郝培山表示，政府袂以直接开放移工来解决欠工的问题，劳动部会继续来推动中高龄妇女就业，来解决台湾欠工的问题。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为着推销分段发票，财政部国税局举办抽奖的活动哦，上大奖是有现金10万块，佮有上新的苹果电脑甲手机等产品，有9万多人参加，也毋过得奖的名单竟然有4个人中奖。就立委质疑讲财政部造假，也毋过财政部否认，嘛表示讲已经有请台北国税局来调查咯。有高达9万多人来参加，而3次的抽奖的最高奖品。分别是奖金10万元，还有 Mac 笔电以及 iPhone， 竟然有4个人重复的中奖2次，这样的几率简直是打破金氏纪录。如果这其中有包含不管是财政部、国税局或者委外厂商有任何舞弊诈欺的地方，该办就办，绝对不能宽待。参加人的资格其实只要符合条件，他就可以不断的参加。每一次在抽奖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把名单经过我们律师的验证，我们请台北国税局去详细的查证一下，是不是这个抽奖的这个系统中奖的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个部分我们已经请台北国税局来详细的查证中。台北国税局指出，讲活动分3期哦，1期有10张的分段发票，都有1届抽奖的机会。得奖嘛是会当去继续参加，因为有4个民众中获得奖，外界质疑讲无公平，嘛已经展开调查，这几天哦，就来对外公布调查的结果。女性哦，若是长期感染到 HPV 病毒，则可能就会变作是子宫肺癌。2018年开始，政府嘛，予台湾各种的查某学生免费注 HPV 疫苗。其实哦，查甫嘛会感染到 HPV 病毒，所以国民健康署是表示讲，明年的9月开始，各种的查甫学生嘛会当免费来注疫苗。守护学童健康，大家一起来！大家做伙喊口号，希望未来无分查甫查某，各中生拢会使公费注 HPV 的疫苗。根据统计，人的一生有8成的几率可能会得 HPV 相关的病症，因为 HPV 疫苗会当降低子宫肺癌发生的几率，加上9岁到14岁自是保护上强的。台湾自2018年就开始推测，全国各种的查某学生会使免费注 HPV 疫苗，这几年来注射意愿也是逐年增加。跟几年来以75%左右的注射率已经提高到92点多哈。另外，台湾癌症基金会也特别强调 ，HPV 疫苗会当降低所有人得到 HPV 相关癌症发生的几率，亲像子宫肺癌、口咽炎、菜花等等，而且是无分查甫查某。人类乳头病毒的感染，它不会选择男性或者是女性，男女都有机会呢受到感染。而男性在一生当中呢，他感染的几率呢高达91.4%，而女生的话呢是84.6%。台湾癌症基金会表示，查甫感染 HPV 病毒了后，因轻度病毒的能力是比查某较低，所以其实查甫注疫苗是大家爱做伙重视的一件代志。未来各种无分性别拢注 HPV 疫苗的政策，目前规划明年9月正式实施。全国家长会长联名也表示，到时阵会全力辅导家长正确疫苗的观念，希望各界做伙拍拼，降低癌症的发生率，共同打造一个更加健康的台湾。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美国一个研究考古的博士生，伫调查墨西哥树林的资料时，发现一座千外当前的玛雅古城，规模是非常的大，面积甲英国爱丁堡差无偌济哦。迄当时可能有3万到5万人伫遐生活。这座古城嘛，应该是21世纪发现上大的遗迹。美国杜兰大学博士生奥德·汤马斯伫伫网络看到的资料，依照先进的光学雷达技术，伫墨西哥坎佩切州发现一个16几世纪的真大玛雅古城，存在时间差不多是伫公元750到850年之间。真兴的时期可能有带3万到5万人，比即卖的当地人口佫较济。了后调查发现，这个位置有玛雅金字塔、运动场、连续各地区的报道，也佫有露天剧场。
建立大规模干内输互上大玛雅遗址卡拉克穆尔，可能是21世纪上大考古发现。One of the things we reported in our paper was that in these blocks, these different areas that had been investigated, we found something like 6,700 structures. 因为波斯星是上早发现人，伊都有号名权利。奥德塔马斯甲伊同事用福建摄谱将这个都市号名叫做瓦莱里安娜。波斯星指导老师卡努托教授表示，这项发现对改变大部分的人的刻板观念将有帮助。都是热带地区因关滚调式较袂富先进文明，毋过事实是，这地区有丰富而且复杂的文化。What we are now able to do is match that information with their settlement and the population and what they were fighting over, what they were ruling over, what they were trading with, right, and who was involved with. 研究人员表示，因为这个石头都市是靠公学雷达发现的，所以目前无相片，因为交通较方便，过不偌久就去调查。考古学家讲，这个石头都市离斯普吉尔小镇真近，行路敢若需要15分钟，而且遐是主要的玛雅遗址，这个古城可能会成做一个观光景点。公视新闻新竹报编译。再来看西班牙南部甲东部，因为落大雨，水崩山，道路拢淹水，高铁嘛停驶哦，有车雨水冲到车路顶头，有人死伤。目前是有7个人失踪。西班牙总理桑杰斯是呼吁民众爱注意哦，有必要就要赶紧脱离。一只货车掉伫大水河甲岔路内底，救援人员坐直升机甲伊抢救。落落的溪水一直长，其中一位伫水底较深的所在，下半身落予淹去，才才会当爬起来。落尾有甲人救着。西班牙南部甲东部因为大水河，地势山中做大水，已经造成死亡。这只车互带伫落瓜麦内底，记录有真侪车掉伫奇怪所在。当局表示，接到失踪的通报，已经派出无人机。Pero venía ya con pinos, ramas, pero todo de golpe, venía muy fuerte. 除了落大雨，阁有透大风。原地降落伫瓦伦西亚机场的10外航班已经转往其他的城市，另外有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迟。原来瓦伦西亚地区铁路网也受到影响。马德里往回瓦伦西亚东部港口之间的高铁暂停。新闻上，西班牙高速铁路表示，一只载200多名乘客列车伫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败北，加在是无人受伤。西班牙的国家气象局针对瓦伦西亚发出红色警戒，并且对安达卢西亚发布第2悬的警戒。这2个地区有几啊条路拢做大水未通。西班牙的总理桑杰斯呼吁民众要注意相关警报，尽量莫出门。公视新闻黄文良编辑。强烈风台伫早起8点已经增强做强烈风台了。气象署嘛已经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早起11点风台强度搁再提升，暴风半径嘛来到320公里，是1996年赫伯风台以来暴风半径上大的风台了。风台上新的状况，咱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21号台风康瑞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康瑞台风目前是一个强烈台风，它在过去3小时的强度以及结构都维持。风未来的移动呢，其实在今天的下半天之后，会逐渐的以比较快速的速度接近到台湾的东南方的海域。所以在今天的晚间开始，在北部东半部这边的雨势呢，就会进一步的加剧。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明天的中午前后到下半天左右呢，台风的中心是有机会登陆到花莲以南的这个地段。那在周4的一整天呢，大致上从下半天开始就会在台湾的陆地上面，而到了周5的清晨，逐渐的就是已经出海来到台湾的海峡上。比较明显的降雨的区域，目前大致上集中在台北市的山区、基隆北海岸还有北宜兰的这一带，而且也可以看到在迎风面这边的降雨呢，都是比较持续性的。随着台风的环流逐渐的接近，在今天的晚间开始，整个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雨势就会加剧，尤其特别在宜兰的山区，还有花莲的山区的这一带，都可能来到豪雨等级或是局部以上的降雨。而至于在周4的清晨到白天的这段期间，是台风更为靠近的时期。那这段期间呢，台风的环流所带来的强风，也会与地形的交互作用，造成在北台湾还有在宜花附近，甚至台东这边的山区或是平地，都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雨势。
咱再来看之前的凯美风台，阁有三多利风台哦，风台价拢引起争议。行政院长邓英泰昨起气象署视察，气象署是表示讲，一般是暗时7点会甲县市首长视讯会议来提供上新的天气资料，假做是停班停课的参考。也毋过即届开始哦，会伫暗时9点搁再提供资料，所以县市政府会当等下暗时的9点，才来决定讲敢需要放假。到气象署视察，掌握空热风台上新的动态。行政院长邓英泰上听简报，关心风雨预测等信息，也宣布今年因为凯比风台甲三多利风台侵扰期间，外界对风台价有真侪质疑，伊建议气象署精进措施，暗时爱搁提供予地方上新的资讯。前2次台风造成的一些质疑跟问题，他们甚至会会来解决。我想这2天气象署会有一些新的做法，那也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来配合。除了在7点我们正常有召开这个县市首长的相关的会议之外，我们在9点再提供一次更新的讯息。那如果我们的县市政府他们期待要有更新、更完整的一些讯息的话，那可以再稍微等一下。气象署解释讲，过去拢是伫暗时7点，甲地方政府开视讯会议，提供风雨预测的资料，做停班停课的参考。不过7点使用的是5点外的资料，伫行政院的建议之下，暗时9点搁再提供一届8点外的资料。新北市府表示配合行政院的决定，并且甲家人台北讨论停班停课，宣布的时间敢会依咱的调整。台北市是讲原则上也是暗时8点公布，然后特殊状况才搁讨论。如果碰到特殊的情况、例外情况，而且4个市都有共识的时候，我们可以延后这个对外来公布的时间，最晚不会晚过10点。达到一定的标准，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速掌握所有的资讯，那也尽速给我们乡亲做因应的准备。不管它有没有增加，我们的考虑的原则应该是不变的。再多一报题，因为比较接近，比如说台风登陆或什么样的时间，会提高准确率的话，这当然也会有一定的帮助。高雄市府表示，过去的经验是，就算风雨的数据也未到，有关爱综合考量对市民造成的影响，过去也无固定的宣布时间。地方政府分别有考量，若根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作业办法规范，若伊无基准真歹决定的时，原底就授权首长决定。同时间也规范，若是专日停班停课，发布的时间应该伫前一日暗时7点到10点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仁爱乡的红乡部落昨暗有2间房仔厝火烧，加载无人着伤哦。因为较远，消防队伫接到报案点外钟才到现场，厝拢烧了了咯。消防队是表示讲，部落真偏远哦，路阁真歹驶。当地民众是望讲，会当先互因组成救灾队，提供因一寡消防设备，互因会当先自救。徛家倒火烧，火烧甲真猛。也未等到消防队来，带民众赶紧斗拍火。居民摕水管，敢若会当转细细缸的水，就算农药请来，嘛无啥路用。南投仁爱的红乡部落，29暗时6点传出火警，居民随忙赶紧通报消防队。不过部落地点是真热贴，村民会当用的器具拢摕出来用啊，有关敢若会当目睭金金看厝被烧了了。就拿民众用的水来喷啊，来不及了。要到红乡部落的话，车程大概要1个半小时左右，而且是要走例行产业道路，它都是一些水泥路，而且坑洞会比较多一点点。然后沿线又有比较多地方都在施工，所以比较狭窄。加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大货车啊、菜车要会车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点。雾社消防分队表示，因为火场距离分队相当遥远，塞车要超过1点钟，到现场已经无明显的火势，好佳在无人受伤。南投仁爱山区敢若有一个消防分队，而且伫咧雾社市区，距离红乡部落要30公里，车路是弯来弯去，而且必须要经过路况无好的日行产业道路。居民是希望量早来成立救灾队。没有什么消防设备啊，所以只能靠族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就是紧急应变措施，就是用家里的水管啊，或是族人用水桶去打水。瑞岩部落我们发祥那里有成立一个牧领队，所以我们也有请消防局有配置一些灭火器，但是一样啊，从我们的瑞岩部落跑过来我们红乡这里也要40分钟。当地民代表示，虽然县府已经编列经费，按算明年施作消防管线，不过也未动工煞拄到火灾，希望先对成立救灾队，也有简单的拍火设备开始，避免远水难救近火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民团大厦桃园龟山校区的附近哦，最近传出讲有人在偷看，监视器嘛拢有翕到。有受害者是讲，这查甫人伫今年6月哦，佮捌互翕到讲伊偷摕人的内裤。龟山分局表示讲，经这嫌犯的身份会依法来甲伊上班。监视器清楚翕一个圆圆散散查甫人鬼鬼祟祟的爬壁，向他内底偷看了无偌久，赶紧逃离现场。这查甫人偷看事件发生伫个2月半暝啊，桃园龟山区民团大厦桃园校区附近的大同路的巷仔底，附近的居民拢感觉是真惊。内底我入边啊，我内底拢无伫，内底嘛无伫啊，要啉酒，我要进内底拍，种地无啊，真是代志，嘿啊，咱拍无去啊。当然是尽快找到咯。我们这边都是很久的住家跟大学生比较多，住家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大家拢住在铺亚里啊。这偷看查甫人早伫今年6月就捌互监视器翕到偷自互挂伫外口内裤，佮将包满液体内裤挂踮去原来所在。有受害者指出，这查甫人已经是惯犯，烦恼伊未来毋知还会做出啥物憾过的代志。查阅周边住家天罗地网监视器，目前已掌握犯嫌身份，将积极查缉到案，依法就办。针对这偷看案件，龟山警分局表示，已经照规定受理，研究者这人的身份会依法就办。另外，派出所也加强安全防治措施，甲这所在的巡逻，来维护社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县的五吉乡有一个农民哦，伊逐工拢会驶车送回到内湖的台北花市，也毋过伊最近收到2张伫雪山磅空是数无到70公里，驶了上过万的红单。也毋过这农民是讲哦，已经接近出口，伊是为着安全才减速，伊是真不好。驶入雪山磅空内底，时速爱比70公里较悬才被受罚。依然有一个回农，逐工爱驶车经过雪山磅空到台北花市，最近连续接到2张伫雪山磅空内底规束罚单，爱6000块，啊毋过伊不好被罚。雪山隧道里面全部没有最低速度的提示，只有最高速提示而已。伊这期被罚地点多要出警发洞口上悬速限是为90公里降到80公里，放慢车速是有安全，而且警罚入口的所在上低速限70公里的标志放伫避车弯，互人真歹注意到磅空内底也无相关提醒标志，互人袂记磅空内底上低速限的存在，希望公部门应改善。出现高站嘛，应该是60左右吧。迄位人拢唔敢驶紧啊！大部分人拢就是的磅空内底上低速限是60公里，而且无看过内底有上低速限70公里的提醒标志。另外，隧道内也会针对慢速车，并以广播及路侧可变标示提醒驾驶提高车速。本大队呼吁驾驶人行驶雪山隧道时，在保持安全距离范围内，尽量提高车速。根据统计，今年度雪山磅空龟速车有举发161件，警方表示，交通主管机关拢有伫路边设提醒标志，磅空内底也公布提醒提悬车速，呼吁都要注意进入磅空内底，要尽量提悬车速，才袂受罚。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海边啊，最近有一粒石头，看起来是倒伫顶头，真舒适，啥真侪人去翕相打卡。有县议员都呼吁县政府哦，亲像美仑沙公园毛一个米老鼠的地标，伊是认为讲县政府无一定爱开大钱，嘛当透过创意来行销花莲。就是这粒伫花莲市南滨海边仔的大粒石头，最近伫社群网络引起大家讨论，还佫互一个名，叫做一粒真舒适、通好体的石头，评论是真好。而且免本钱就会当创造话题性。县议员呼吁县府推展观光，应该要有新的思考。过去我帮他戴过口罩，带来的流量超过100万。怎么样帮花莲行销出去？丢1000万，丢2000万，丢3000万，真的可以把花莲行销出去吗？也许就在我们身边的东西，我们常常忽略了它。花莲 Mickey Mouse 伫市区美仑山公园的入口处，早期是魏木村市长打造的。外形不哩像 Mickey Mouse， 嘛有像太空旗，有不少花莲的乡亲拢认为讲，这是代表花莲的地标之一，应该好好利用。米老鼠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我不知道多久了。但是像前一阵子疫情的时候，有单位把它戴上口罩，我觉得这就很有创意啊。那希望在未来的节庆呢，像圣诞节可以帮米老鼠装扮一下。县府讲要利用 Mickey Mouse 做行销是真有创意，不过恐惊爱阁调查敢是有侵权的情形。
它是花莲人很从小的记忆。那对花莲人当然是有它的意义存在。那至于说后续的这个市场对于它的认同度如何也许花莲人认同，那其他各县市的人认不认同，可能就是有待评估的。官方强调讲，亲像 Mickey Mouse 这类的地景地标，伫花莲还佫真济，会佫研究安怎来利用，创造话题性，来达到观光行销的效果，嘛会佫研究安怎甲美仑山公园做整体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台北院长指出讲，台湾可能有一成的人口有大眼睛，尤其是学生、工程师会开始出现目睭打疲劳的状况哦。另外，65岁以上的族群，3个人都有一个有大眼睛。干眼的困扰部分就是红肿痒痛，然后眼内的异物感。59岁的林女士打扫症已经买20年，因为打扫症这款自体免疫疾病会破坏伊的泪腺，影响分泌，所以林女士有严重的大眼睛。往过伊敢若食西药治疗，但是效果无好，而且医师讲治疗打扫症的主要药物加零，副作用可能致使青霉。半年前，病院甲伊加入汉药，兼顾治疗。林女士的状况好真济。那经过针灸还有中药的滋阴润燥这些步骤以后，等于说那个发炎的次数也会减少，然后痒的次数也都会减少。那我们的经验是说，患者他不管是茶膏还是这个针刺他在结束这个临床试验以后他大概可以再持续2个月的时间的效力，但是会随着时间比较久的时候，他会觉得眼睛开始要干，本来只要一天点1次的东西，可能要点到2次到3次。加入汉药佮兼顾的疗程，林女士的西药减食真济。上重要的是大眼睛状况变好。台北营长讲，根据统计，台湾有10%左右的人口有无共程度的大眼睛，甚至65岁以上有1/3的人有这款症头。医师建议，目睭若感觉无爽快，就通先互医生看，先调养身体。因为等到你变干眼症要来治疗的时候，你要花更多的心力、更多的时间。那我们中医的建议就是说，我们会根据你的体质来调理。医师讲，现代人看手机电脑、电视，尤其是学生工程师族群，因为因荧幕目睭打疲劳的状况会较明显。医师建议，若有这款状况，就赶紧接受治疗调理，避免恶化。记者讲王兴忠台北报道。武侠小说的作家金庸2018年过身，今年是金庸100岁的生日咯。今仔开始连续3天，伫国家图书馆有金庸小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回顾金庸的作品，嘛来向伊致敬。采用倚天屠龙记多赛会剧情，结合 MR 混合实景，头壳顶伫显示器对当化身张无忌甲九肌肉，以双人游戏体验所谓江湖。我们原来在书本上其实很生硬的，或者是在电影上可能比较是能够单向的就是观看的这种感受，其实他没有办法去了解说这个原来的这个金庸先生他在传达这个情节的时候，他所带的一些更深的一些思想。少年人较无熟悉金庸的小说，不过金庸的小说是真重要的华人文化。正大华人文化元宇宙研究中心，就把元宇宙的概念放入文化内涵，用即马少年人较愿意接触的方式，重新熟悉金庸的小说，才有发扬光大机会。中研院的院士王德伟嘛强调讲，金庸的武侠小说对知识的探讨真重要，美术是另外一款百科全书。过去也有很多的学者指出来，如果看《射雕英雄传》，那么如果不知道蒙古秘史的话，可能我们错失了金庸的史学方面的这个重量级的知识以及研究。在金庸跟后金庸的时代，来进行对话反思，希望超越它。虽然很不容易。金庸的作品伫咧台湾卖超过2000万本，影响台湾超过3个世代，更加是华语世界当中唯一伫各领域拢有的文化现象。2024年是金庸的100年生日，数十位海内外讲者透过国际学术研讨会，用多元的方式熟悉金庸。记者综合报道。
小宝歌就是两个人小宝，你一拍我一拍，用对待方式来唱出对生活的感受哦。即马配合南方四岛会晓小宝歌的老辈已经真少了。内政部国家公园署还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特别找导演翕纪录片，把小宝歌的故事用影像保存落来。太平的厝拢去山顶。厝顶看海上介清哦。偏由南方四岛的基佬用小宝歌的方式唱出西厝边的生活风景，佮有细汉的记忆。这出纪录片播出海岛人生，偏由南方四岛宝歌记忆，是记录伫偏由南方四岛会晓小宝歌的基佬，透过影像，互民众了解这面临危机的小宝歌文化。剩两个啦，所以其实。包歌是很危险的，所谓危险就是说，文化这种东西要活得保存了。当人离开了，这些东西就消失了啊。导演也表示讲，因为南方四岛人口外流的情形是真严重，加上交通无介方便，这个小宝歌文化要传承甚至保存拢真困难。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毋才会委托伊做纪录片。当年研究宝歌文化的洪炳聪老师，即届也用平阳腔的台语替这出纪录片配音。伊是自然产生，这人若是无拄的，伊就自然消失去。洪炳聪老师表示，即马偏阳本岛会晓小宝歌的人，恐惊无超过10个人。面对文化传承的长战，海关处也表示，纪录片27伫偏阳头届搬演，未来的规划去到偏阳，也是台湾本岛各学校带宝歌的基佬，甲遮的少年朋友分享，希望有更较侪人同齐来认捌这项特别的传统文化。记者中嘉义林玉凯台北报道。要去韩国佚佗的人，就要注意哦。首尔的北村韩屋村哦，因为游客上过济咯，影响到民众的生活，所以政府宣布讲要宵禁。明年3月开始，对暗头5点到隔天的早起10点，禁止游客出入。朴实的青霞房一间一间分布伫弯弯翘翘的坡道，有600年历史的首尔北村韩屋村，保留朝鲜时代贵族君主地形。伫韩国连续剧一直放送之下，成对全球各地来的人来遮观光。去年估计有600万人来，但是因为伤侪人来制造噪音，佮有环境变垃圾，嘛有居民还讲因的温室受到侵害。 많은 사람들이 와서 그 앞에 뭐 문고리를 잡고 뭐 대문을 밀고 들어오려고 한다거나 뭐 창 아래에서 막 이렇게 여러 가지 소음을 일으키면서 뭐 사진을 찍거나 여러 가지 일을 하거나 이제 이런 거를 겪게 되니까 이제 그게 좀 힘든 거죠. 그리고 这种现象，伫愈来愈侪传统韩国厝整修改装作民宿了后，愈来愈严重，嘛，互国住伫遮6,000个居民是有够困扰。 새벽에도 캐리어를 끌고 왔다 갔다 해서 밤을 자다가 깰 때도 굉장히 많고요. 일반적으로 통상적인 일상생활을 영위하기가 여러모로 힘듭니다. 为着避免过度观光去扰乱民众的生活，有关当局决定讲，对后个月开始试行宵禁，规定游客对下晡5点到隔天早起10点之间，禁止进入北村的特定区域。就是讲，游客敢若会当伫早起10点到下晡5点之间到访，违反规定的上悬会当罚到10万的韩国钱，大约是台票2500。明年3月正式实施，但这个规定嘛，互店家是真不满。 누가 한국에 오고 싶겠어요? 또 한국에 대한 감정이 나쁘면 한국 물품도 안 좋아하거든요. 游客这边的反应嘛是完全无共，有人欢喜接受，但是嘛有人认为讲家己路里嘛的方法实在是伤限。唔那敢若首尔面对过度发展观光的问题，威尼斯和巴塞隆纳这城市早都有这种困扰。专家建议讲，除了用宵禁来提醒游客注意家己的言行，嘛应该想办法防止北村过度商业化，这当减轻当地居民的无方便，和韩屋村的观光会当延续发展。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 华岛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
风台要来咯，请观众朋友要爱随时注意风台的动态。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